经济泡泡，我们跟经济部我们的讨论过很多。那因为有各种不同的态样，所以我们现在对于经济泡泡处理的方式是这样：第一个当然是由主管单位，对于必要性做审核。那我们这边呢就负责对于他的一个防疫的计划做审核跟协助他来进行。那主管的单位必然要有人做完全的监督。那写这个防疫计划的，必要负起相当的一个法律的责任来。以这样的一个方向来进行我们的经济泡泡，比较能够适应各种不同样态的需要。我想是至于就是说这个要合作，我们当然都欢迎但主要还是要看那个防疫的计划是不是能够确实做到动线的分流。那部长，因为现在入境是双采阴，那如果说现在他们来到缴交一次阴性报告，会不会有点少？我们所指的双采阴是指的说入境的时候有症状或是报告有症状的，我们要双采阴。对于没有症状，我并没有这样做。那他们有要加严吗？因为来3天，如果只采一次的阴性报告。他们那个大概我想大概会有一些相关采检的一些不同的规定，根据来的天数的不同。我们非常感谢我们国际的相关的友邦或是理念相近的国家，持续在 WHA 的议题上替台湾来发声。然后我想总统那时候讲台湾 can help， 台湾 is helping， 这样的一个跟一个大家来诉求，大家也跟着这样来走，表示大家都认同我们台湾的理念。那友邦替我们挺台，然后发言，但是结果被党被消音。我想在会议主席在处理相关的议题那不需要这样的一个政治化。好，大家早。当然我们都已经检讨过了，都已经检讨过。当然目前来讲，我想说在这个环节，人工的环节上面可能出了一些差错。会进行惩处？不会。基本上进行除错了基本上进行除错。那部长，就是实验室昨天是有抗议说，因为在这个运送检体过程中有很多可能出差错的环节，可能不能指向说是实验室。想问卫福部这边会道歉，或者是做什么样的回应吗？没有，我上次已经解释过了在机场的部分，因为是2个航厦，那大家去看那些贴纸是不是容易脱落了可以看看就知道说，那事实上是要脱落是很难的了有关自治条例跟中央法规抵触的部分，第一个当然是目前没有嘛目前还没有这个所谓的一个在10ppm 或零检出。那目前的规定还是在猪肉部分是零检出。那当然，既然这个公告这样的命令已经送到立法院来审查。那我们就看立法院审查的结果，再根据这样的一个结果来跟地方来协商沟通。那柯文哲说，事实上不只开放美国的莱克多巴胺，可能全世界的莱猪都可能进口，是这样。其他的国家如果根据这样的命，它是可以的。不过事实是这样，这总共进口，因为进口的这肉并不是只有管莱克多巴胺一项。还有口蹄疫，还有猪瘟等等的都有在管制，所以现在能够进口到台湾总共有13国嘛，那有9国是欧盟的国家，基本上他们是禁止使用莱克多巴胺。那现在应该是美加纽澳，那美国他们自己没有特别的一个禁令，有22%的饲料有这样使用。那加拿大基本上它出口的是不用莱克多巴胺，纽西兰差不多是没有进口。那澳洲进口的量，1年占进口的量大概0.02%，那目前是没有，所以基本上如果大体来讲，就基本上进口这次的一个开放，如果这个行政命令这样子有通过之后，那是美国的猪肉大概有22%的有使用，那占大概总使用量的0.27%，这样有可能的莱克多巴胺占 MRL 应该是说0.01 ppm 这样的安全容许量是会进来。